政府10月開始會幫2000個基層學生配對導師，幫佢哋脫貧，每人亦都會有1萬蚊嘅資助。我哋稍後都會同劏房戶傾下，究竟跨代貧窮試驗計劃係咪真係幫到佢哋呢？多6300幾宗本地確診，亞博館治療中心今日啟用200張病床。警方再拉多一個男人，涉嫌誘騙港人去到東南亞。另外，再多一個港人求助。各位歡迎收睇7點直播室，我係陳書君。我係余欣娜。跨代貧窮係本屆政府重點解決嘅問題。政務司司長陳國基今日公布首階段計劃，當局會為2000個基層初中生配對導師，而每個學生可以攞到1萬蚊嘅資助。政府會向商界籌錢。何家俊報導。呢個叫共創明天嘅計劃，對象係住劏房嘅中1至中3學生，名額2000個。獲選嘅學生會分配到1名友師，陪佢哋參加唔同活動，又要俾學生跟自己返工。學生計劃初期會收到5000蚊嘅贊助，完咗計劃會再收到5000蚊。政府會揾商界籌呢筆錢。佢用完呢5000蚊之後呢，亦都會翻去同個導師再傾下，個友師咧係會再教佢用得啱唔啱啊？如果呢個學員呢，佢好孝順，佢覺得呢5000蚊呢係如果俾咗佢爸爸媽媽幫佢解決家庭嘅負擔嘅話呢，佢覺得係好有價值嘅話呢，我哋係贊成嘅，我哋唔係反對。計劃最初目的係要解決跨代貧窮。政務司司長陳國基介紹計劃嘅時候話，希望幫到學生擴闊眼界，建立正向人生觀，令佢哋力爭上游。我哋唔係好注重佢係唔係學多2級鋼琴啊？跟住打波啊，好咗幾多級啊？我哋唔係話希望每一個細路仔將來呢都賺好多錢，即係發咗達。我哋唔係咁樣，而係最希望呢細路仔能夠擴闊佢哋嘅視野，令到我哋嘅喺一啲基層嘅細路仔，佢唔再因為佢家庭嘅環境嘅限制而限制咗佢嘅個人發展。計劃名額得2000個，點樣挑選學生呢？陳國基冇詳細講，但係話唔會睇學生嘅家庭入息，亦都唔會睇佢成績好壞。至於友師需要21歲或者以上，有一份正職，較年輕者優先，並唔會考慮政治背景。唔會話咩叫要俾民主派、俾建制派，我哋唔係想灌輸任何呢啲政治嘅意識俾細路仔。陳國基話喺商界籌翻嚟嘅錢會全數用喺學員身上。計劃未開始，已經有商界主動接觸政府話支持，相信會籌夠錢。至於計劃中搞活動嘅支出，就會由政府俾。有線電視記者何家俊報導。記者林海彤啦，而家喺深水埗一個劏房戶㗎。林海彤啊，佢哋認為政府呢一個計劃啦，係咪幫到佢哋呢？咁政府咧新嘅計劃咧就啱啱公布啦，我哋都揾嚟咗啲劏房戶去傾下究竟計劃係咪真係幫助到佢哋㗎？咁我喺我隔離嘅穎如咧，就今年升中3，咁我哋就問下阿穎如啊，其實咧你會唔會去申請呢一個新計劃咧？即係如果你申請咗，你想呢一筆錢點使啊？我都會申請呢個計劃嘅。如果申請咗通過之後啦，我應該會攞呢一筆錢嚟學啲關於電腦編程嗰方面嘅嘢，因為呢個係我嘅興趣。因為之前咧我都知你即係有參加開兒童發展基金嗰個目標儲蓄計劃啦，即係嗰個計劃其實係即係做啲咩？同呢一個新嘅計劃有咩分別啊？兩個都係差唔多嘅，不過兒童發展基金嗰個咧，佢就會係每個月你要出200蚊去儲喺銀行入邊，然後一直儲到儲到2年到啦，然後佢會政府同埋機構會俾翻一啲類似投資咁樣俾翻啦3倍俾翻嚟，然後你就會可以喺第3年嗰度攞呢一筆錢嚟學啲你想學嘅嘢。
然後而家呢一個計劃咧就會係佢就係一年後就直接俾1萬蚊你啊嘛，就兩樣差唔多，不過一個就會儲蓄式，一個就會係資助式咯。我自己認為邊個計劃吸引你多啲？如果話吸引嘅話，我覺得兒童發展基金嗰個會更加吸引啲咯，因為佢啲活動係好豐富。譬如話有啲宿營啊，遲啲仲會有啲自己開，即係搞市集咁樣，然後模擬你自己開間鋪咁樣，啲類似咁樣嘅活動啦。同埋佢嘅因為佢係每一個月都去儲錢啊，所以佢係真係有一個理財形式上面嘅儲錢咯，就真係有一種理財嘅感覺，就唔會係直接就俾筆錢你，然後你計劃去做啲咩咯。好，咁問下媽咪啦，即係自己想女喺呢一個新嘅即係計劃入邊，最想佢學到啲咩啊？最想佢學到，梗係咧佢自己中意嘅嘢啦，係咪啊？呢佢呢個籌錢存錢呢個計劃啦，佢有啲概念啦，能夠做到啊，呢個儲蓄啊呢方面都係好嘅，但係我咧相信咧都有啲難度咯。呢概念啊，就肯定啊聽到即係學到，但係咧嚟做咧都好難做得到咯。同埋即係呢個計劃啦，首階段就得2000個名額，你自己都驚唔驚太難申請唔到？係啊，一開始個聽到真係有呢個計劃都好吸引下，好興奮下嘅。但係細想下咧，2000個啦，真係難度都好高嘅，真係。我都冇話真係冇話期望有得攞得到啦。好，所以咧希望政府既然係出到，真係增多啲名額㗎啦，等多啲基層能夠得到幫助啦。好，咁政務司司長啦陳國基就話啦，因為而家呢個計劃咧仲係喺試驗階段嘅，咁所以咧就得2000個名額先，咁之後咧就會不斷咁去優化計劃啦。咁我哋同阿穎如同埋媽咪咧就傾到呢一度先。好啊，唔該晒咁多位。本港新增6617宗新型肺炎確診，本地個案佔咗6380宗，再創近月新高。醫管局話留院嘅病人多，最快今日挨晚重啟亞博社區治療中心200張病床。陳嘉敏報導。本地感染連續4日破6000宗，衛生防護中心話近1個星期確診數字加速上升，可能係因為 BA.5 變種病毒株比例急增。咁我哋預期即係如果繼續保持呢個升勢嘅話咧，咁 BA.5 好大機會可能嚟緊幾個禮拜咧會係即係超過一半嘅個案都係 BA.5 嘅。咁 BA.5 個傳播的確係會比起一般嘅 Omicron 嘅病毒咧係強啲嘅。咁可能呢個係其中一個原因啦。咁就係第二，可能即係而家暑假即係市民可能或者係學校放假咧，即係喺出邊嘅社區嘅活動咧都多咗。目前有2100個病人要留醫，單日多咗近300人。醫管局話要聞氧氣同用呼吸機嘅病人比月初明顯增加，留醫嘅11歲以下兒童亦都增至135人。亞博社區治療中心重啟200張病床接收病人，初步調動100個醫護人員。未有家人照顧嘅社區確診長者。第二，喺竹篙灣檢疫中心中病情較複雜嘅患者。同埋第三，公立醫院情況穩定嘅病人，有部分嘅病人呢，可能因為由於佢係個醫學嘅背景啊，佢可能例如佢係有幾多個藥物要食住啦，又或者可能佢服食嘅藥物可能係有一啲嘢需要監察嘅。最常見就係話可能係佢個血糖啊，咁變咗咧呢個情況呢，可能喺竹篙灣嗰度呢，就未必係真係咁適合喺嗰度。多13間院舍有確診，其中柴灣扶康會青蘭之家有爆發，1個護理員同8個院友確診，16個院友要檢疫。早前爆疫嘅青衣清和居多9個院友同5個員工確診，衛生防護中心呼籲有病徵嘅員工唔好返工。有線電視記者陳嘉文報導。跟進下賣豬仔事件，警方拉多一個男人涉嫌透過求職騙案誘騙港人去東南亞，至今有6個人被捕，其中1個人被控串謀詐騙提堂。另外，當局接獲多一個港人求助。邱慧儀報導。
最新被捕嘅男人29歲，連埋佢，警方至今拉咗6個人，其中一個30歲男人馬志豪被控串謀詐騙提堂。控罪指佢上個月同另一個男人張敏懷以及其他人串謀欺詐2名男女吳錫明同吳佩林，即係向吳錫明訛稱前往泰國可以得到100萬泰銖嘅報酬，即係近22萬港幣，繼而禁錮佢喺緬甸，再呃吳佩林35530蚊港幣。被告暫時無需答辯，案件押後到10月17號再提堂，等候警方進一步調查。被告申請保釋被拒，要還押懲教署看管。另外，再多一個港人求助，累計增加到37人。保安局話已經確認14人安全，剩低嘅23人，14個喺緬甸，9人喺柬埔寨。而入境處嘅 WhatsApp 求助專線至今收到超過210個訊息，只係得4個同事件有關。有啲就係問我哋辦事處開放時間啊，甚至網上嗰啲一般證件表格係點樣申請、點樣填啊咁樣。咁另外有100多個我哋懷疑根本就係喺度惡作劇嘅。請大家唔好攞呢條專線嚟到玩，因為咁樣你會影響到其他人嘅安全。有線電視記者邱慧儀報導。而高雄一個男人被指誘騙200幾個台灣人到柬埔寨，當地警方正係調查。有曾經被呃到去柬埔寨嘅受害人話，如果冇辦法為人蛇集團賺錢，好可能要被逼賣器官。梁翠麗報導。近日有網民喺 Facebook 發文話，高雄一個姓劉嘅男人喺柬埔寨做人蛇集團嘅人事主管，至今已經呃咗200幾個台灣人去到柬埔寨，並且對受害人施以電擊同埋毒打等手段虐待。警方就證實，姓劉嘅男人喺今年5月經過桃園機場出境前往柬埔寨，目前正進行調查。而嗰個男人嘅鄰居就話，已經好耐冇見過對方，又話佢一直都有品行嘅問題。之前他媽媽有把他在幼年的時候送過去日本，他可能在日本之後有一些品性上的問題哦，所以後來又回台灣。那回台灣的話，他就是聽鄰居在講，似乎好像也有一些品德操守上，也比較會讓家長比較擔憂啦。究竟所謂嘅人事主管係從事啲乜嘢工作呢？有受害人就咁樣講。對，然後甚至有些是做人事部的，就是請你過去，就是再招募別人過來。他講好聽一點是人事部啊，那講難聽一點就是騙朋友再過來。佢同其他受害人都表示，如果冇辦法為人蛇集團賺錢，好可能要面對恐怖嘅下場。你可能就是要被賣器官，就是會那個受一點皮肉之，也不是說皮肉之苦啊，就是可能會去被賣器官。進去就是整天被打到你受不了，再把你賣掉，再狠一點就賣你器官。台灣東森新聞引述一個法醫指出，販賣人體器官利潤豐厚，因此相信人蛇集團會聯合當地黑幫綁架受害人，摘取器官圖利。有線電視記者梁翠麗報導。休息一陣，翻嚟會報導。本港上個月通脹1.9%，水電煤等升得最多，有1.5%。壹傳媒黎智英等人被控違反國安法嘅案件，庭上透露6個蘋果日報高層會認罪。12港人案嘅喬映瑜喺內地刑滿之後返香港，由香港警方押返警署。跟進樓價上落，檢驗單位質素，推介實用設計，包羅萬有，最專業嘅物業資訊節目。28 House 特約樓盤傳真，星期6晚9點，財經資訊台。翻返嚟新聞時間，本港通脹輕微升溫。7月份整體消費物價指數同基本通脹都係按年升1.9%，略高過6月份升1.8%，但低過預期。各類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組成項目當中，升幅最多嘅係電力、燃氣同埋水，按年升1.5%。住屋就下跌0.4%。政府發言人話：7月基本通脹維持溫和。由於一啲主要入口來源地嘅通脹高企，外圍價格壓力預計喺一段時間內都會持續顯著，而本地成本壓力繼續輕微。
總體嚟講，通脹喺短期內應該會保持溫和。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等人被控串謀勾結外國勢力，案件第一次喺高等法院作管理聆訊。庭上透露，張劍虹、陳沛敏同羅偉光等6個《蘋果日報》嘅高層將會認罪。邱慧儀報導。案件管理聆訊由3個指定法官一齊處理。庭上透露，壹傳媒前行政總裁張劍虹、前《蘋果日報》副社長陳沛敏、總編輯羅偉光、執行總編輯林文忠、主筆楊清奇、英文版執行總編輯馮偉光將會認罪，暫時未排期正式答辯。佢哋同黎智英同3間《蘋果日報》相關公司被控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以及串謀發布煽動刊物。至於黎智英，律政司處理副刑事檢控專員周天行話最快出年1月之後先有檔期。辯方就透露，保安局批出咗許可，俾3間公司喺被凍結嘅資產提取部分資金聘請律師代表。控辯雙方需要時間再商討開審日期。同案已經承認串謀勾結外國勢力嘅李宇軒同陳子華就排期喺下個月16號提訊。法官話可以喺黎智英案審訊完結後判刑。律政司司長林定國早前根據國安法第46條發出證明書，以案件具涉外因素等為理由，決定不設陪審團。有線電視記者邱慧儀報導。12港人案被告之一喬映瑜喺內地刑滿出獄之後，移交香港警方押返警署。佢涉嫌同前年上水製造炸彈案有關，由新界北重案組接手調查。據了解，警方國安處會調查12人嘅偷渡計劃。石翠穎報導。警方嘅私家車喺深圳灣口岸等候，11點幾將喬映瑜帶走。大約20分鐘之後抵達天水圍警署。喬映瑜黑布蒙頭，鎖上手扣，由警員帶落車押入警署。佢涉嫌同前年上水河壩村製造炸彈案有關被通緝，案件交由新界北重案組調查。喬映瑜同李宇軒等合共12人，前年潛逃嘅時候喺內地水域被捕。同年嘅8月，因為組織他人偷越邊境罪成，判監2年。據了解，警方國安處會調查佢哋嘅偷渡計劃。12港人案嘅被告只係剩翻鄧啟賢仲未返香港。佢前年因為組織他人偷越邊境罪而喺內地被判監3年，喺廣東省從化監獄服刑。有線電視記者石卓穎報導。澳門計劃修改當地嘅國安法，建議非暴力行為都可以構成分裂國家罪，非澳門居民喺海外危害國家安全都會犯法。澳門自09年開始實施維護國家安全法，法例原本訂明暴力或者嚴重非法手段先至會構成分裂國家罪，建議日後要涵蓋非暴力手段。舉例，香港曾經有人企圖癱瘓立法會同堵路等，都可能觸犯法例。另外，澳門國安法原本只係適用於澳門居民喺澳門或者境外嘅行為，當局建議擴大至任何人喺澳門以外從事危害國安嘅行為都算係犯法。修例即日起諮詢公眾45日，爭取喺11月初喺立法會審議。美韓今日開始舉行11日嘅年度夏季聯合軍演，應對北韓挑釁，為全面戰爭做準備，規模係近年最大。梁翠珊報導。美韓星期一起一連11日舉行名為月之自由護盾嘅聯合演習，包括軍演同南韓民防演習，規模係2017年以嚟最大。演習分為2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模擬南韓進入戰時狀態，提升政府跨部門危機管理同作戰支援，擊退北韓攻擊，防禦首都圈；又模擬核電廠、半導體工廠遇襲，應對無人機攻擊同網絡戰等，反映喺烏克蘭戰事入面出現嘅戰爭新形態。
另一部分重點訓練反攻同反擊作戰。美韓同時舉行電腦模擬指揮所演習以及野外機動訓練，包括消除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訓練等，旨在提高南韓總體戰執行能力，應對北韓挑釁同為全面戰爭做準備。總統尹錫悅出席內閣會議，強調有必要令到演習更加貼近實戰，先至能夠守衛國民生命同國家安全。滴水不漏嘅安保係維護朝鮮半島和平嘅基礎。首爾就有民眾示威反對軍演，話喺台海局勢升溫之下，擔心被捲入美中博弈，威脅到朝鮮半島嘅和平。南韓近月憂慮北韓會再次核試，軍演期間美韓都會加強監視平壤嘅動向，以及提升戒備，以防北韓作出挑釁。有線電視記者梁卓珊報導。休息返嚟會報導。熱帶低氣壓馬鞍增強為熱帶風暴，天文台聽晚考慮掛1號風球。中電提交嘅最終報告指出，元朗電纜橋大火，相信同附近嘅低壓電力裝置有關。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嘅何俊仁獲准以70萬保釋。德甲拜仁慕尼黑大炒波琴7-0。超過70年歷史嘅鎅木廠面臨清拆，一班熱心畫家嚟到呢度，以畫筆記錄當前面貌。Like 文化星期六晚8點，財經資訊台。有線電視新聞台。返嚟新聞時間。天文台話，位於呂宋以東海域嘅熱帶低氣壓馬鞍增強為熱帶風暴，會視乎實際發展同動向，聽晚考慮發出1號戒備信號。按照現時嘅預測路徑咧，馬鞍咧會喺聽晚即係星期2晚咧會較後時間咧就進入香港嘅800公里範圍嘅。天文台會視乎馬鞍屆時嘅實際發展同埋佢動向咧，會考慮星期2晚較後時間咧就發出1號戒備信號嘅。嗱，當馬鞍咧喺聽晚進入南海東北部之後咧，星期3同星期4咧就會繼續靠近廣東沿岸，並且逐漸增強嘅。嗱，喺星期3嘅稍後咧，本港咧天氣咧會開始轉壞㗎啦。6月元朗電纜橋大火，中電向機電署提交最終報告，認為起火同附近低壓電力裝置有關，會更換晒所有可能引致火警嘅呢一類裝置。政府未有公開完整報告，但有要求中電適時公佈。譚曉彤報導。呢一場電纜橋火警令到屯門、元朗、天水圍大停電。中電早前向政府提交初步同埋詳細報告，排除咗人為破壞或者天氣炎熱導致。中午再向機電署署長提交最終報告，交代事故成因。電纜橋橫跨朗屏闊業街同埋宏樂街，中電相信鄰近闊業街嘅入口係起火位置，同附近低壓電力裝置有關，會更換所有電纜橋可能引致火警嘅呢一啲裝置。又話已經喺所有電纜橋加裝防火滅火裝置，亦都會檢討事故應變措施進行演練。政府話收到報告，會有獨立第三方專家協助研究內容，包括火警成因嘅理據、改善措施係咪適當等。政府並冇公開完整報告內容，只係話已經要求中電適時公佈。有線電視記者譚曉彤報導。支聯會案前副主席何俊仁被控煽動他人顛覆國家政權罪，獲准以70萬保釋。民主黨前主席劉偉興透露，何俊仁身體多處出問題，想保釋外出求醫。烏卓賢報導。 70歲嘅何俊仁獲准保釋之後，帶埋個人物品行出高等法院，上私家車離開。民主黨前主席劉慧卿亦都有到庭，佢話月初探曾經患肺癌嘅何俊仁，知道佢最近身體有問題，好想保釋外出檢查。係話最近你照到有啲咧，好似有啲陰影，佢又話好似個腎又有啲唔係幾舒服，即係佢係想有一個全身嘅檢查，同埋佢話啲牙咧都唔係幾好。 即係佢好多樣嘢啦，咁所以而家今日咧，我哋都好開心，都話喜出望外。
因為大家見到咁多好壞嘅消息呢，都冇咩人敢有咩奢望㗎啦。何俊仁自舊年5月開始還押，因為4宗非法集結案被判囚1年半，原本上個月刑滿，但係因為佢連同支聯會同李卓人等人被控前年7月至到舊年9月煽動顛覆國家政權，要繼續還押。早前申請保釋被拒，再去到原訟庭申請。國安法指定法官陳仲衡批准佢用70萬保釋，每個星期去到警署報到3次，受宵禁令，唔可以作出任何危害國家安全嘅行為，必須要留喺香港。陳仲衡散庭之前話，希望批准保釋嘅決定冇做錯。有線電視記者烏卓賢報導。內地非對稱下調貸款市場報價利率 LPR， 5年期以上嘅 LPR 減幅較大，達到15點子。分析認為係釋放穩定樓市嘅信號，預期未來再有下調空間。劉海橋報導。為進一步提振實體經濟、減低企業融資成本，內地一如預期出手下調貸款市場報價利率 LPR， 1年期利率減5點子到3.65厘，係今年1月以嚟再度下調，減幅少過市場預期。至於5年期以上減幅達到15點子，最新報4.3厘，多過市場預期，亦都結束2個月持平走勢。至於今次非對稱減息，有分析認為係想釋放穩定樓市嘅信號，唔排除再有下調空間。對於市場來說不會太興奮，對於地產相對來說是一個微小的利好，因為這個5年期 LPR 的話，它主要是和個人購房貸款掛鈎，其實也是說明，監管的話是更講究地產這個板塊，15個 BP 更多是一個信號，看一下這個政策的效果，然後呢再決定下一次降不降。內地官媒《證券時報》就以頭條刊登非對稱減息嘅分析，有助銀行更多向中長期貸款釋出減息空間，減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同時亦都避免企業利用短期貸款資金空轉套息。又引述分析話，提振樓市將會成為緩解經濟下行壓力嘅關鍵。預計之後5年期 LPR 會繼續大幅度下調或者單獨下調，預計今年內仲有15至20個點子嘅減息空間。又話貨幣政策主要希望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信貸平穩適度增長。未來喺總量工具上可能採用資金成本更低、期限更長同埋更方便調節銀行資金結構嘅降準措施。有線電視記者劉海橋報導。而河北廊坊市就成為全國第一個全面取消限購措施嘅城市，希望吸引北京嘅人嚟買樓。但專家相信短期對樓市嘅刺激有限。駐北京記者李興平報導。國家統計局早前公布，今年頭7個月內地房地產開發投資按年下跌6.4%，創下2020年3月以嚟最大跌幅。內地樓市除咗受疫情同埋經濟放緩影響，近期河南、湖北等省市接連爆出爛尾樓斷貸事件，重挫市民買樓嘅信心。近日中央為咗穩定樓市，提出強化保交樓措施，要求國有同埋金融資產管理公司協助有問題嘅地產開發商，令到爛尾樓項目可以盡早復工。如果說沒有這個保交樓的政策呢，後續一些購房者也不敢買啊，怕買到爛尾。只要是這些樓盤後續能夠這個穩定的交付呢，我認為對房地產市場還是積極的影響。購房者呢對購房的市場信心啊，對這個房地產市場的一個環境啊、認可程度啊等等都會提高，是有助於促進後續的這個買賣市場的一個活躍。佢預期內地樓市要等到出年下半年先至可以返到去非常好嘅狀態，而近日個別2線城市相繼推出刺激樓市政策，甚至容許非本地人買樓。河北廊坊最近放寬咗樓市限購政策，當地嘅樓價平均每平方米係2萬蚊，門檻低過北京，又吸唔吸引到民眾去買樓呢？你在北京買房，現在這個階段肯定不太可能實現，在河北那個就恰好適應了，在北京買不了房嘛。通勤時間來說，反正就是這個社會就這樣，這個生活也是所迫嘛，就是能在河北買也是挺好的。不太想去，因為你看現在那個進北京做核酸什麼也費勁，所以就也不太方便。覺得應該能落點，以後就是再看吧。反正現在有地兒住的，現在有地兒住就先住着，然後以後要實在買不起就先租房。有業界人士認為，現階段願意去廊坊買樓嘅北京客戶仍然有限。
最近的1-2个月的数据来看，6月份、7月份廊坊市场的这个成交量有这个温和的小幅的上涨，从这个月度环比的这个角度来看，但是从年度同比的角度来看呢，还是整体还是一个比较疲软的一个状態。廊坊市場的這個變化呢，對於北京的整體的市場的影響還是比較有限的。佢話限制鬆綁可以擴大同埋刺激廊坊樓市嘅需求，但喺短期內效果唔會太明顯。有線電視駐北京記者李興平報導。訪問台灣嘅美國印第安納州州長霍爾科姆率領經貿及學術代表團會晤蔡英文，雙方喺總統府會面。蔡英文話：美國通過晶片與科學法案之後，印第安納州期望成為業界科技中心，發展方向同台灣不謀而合。台灣有能力同意願加強同民主夥伴合作，建構民主晶片嘅永續供應鏈。而台灣面對大陸喺台海周邊嘅軍事威脅之際，民主陣線嘅盟友更加要團結，加強合作。霍爾科姆之後同台方簽署備忘錄，加強經貿科技合作。代表團訪問4日，將會拜會晶片廠商代表，並且接受外長吳釗燮嘅設宴款待。烏克蘭獨立日在即，東南部多地持續受襲，包括鄰近核電廠嘅城鎮。總統澤連斯基警告，俄軍或者加強攻勢以散播恐慌，而美英法德領導人通話，再次要求停止喺核電廠附近嘅軍事活動。陸子晴報導。烏克蘭東部同南部多地繼續受到俄軍炮轟，連墳場都唔能夠幸免。烏克蘭星期3將會迎嚟紀念脫離蘇聯管治31週年嘅獨立日，亦都係俄烏戰事爆發半年嘅日子。總統澤連斯基警告，俄軍可能會趁機發動惡毒攻擊，散播恐懼以打擊士氣。因應政府大樓可能成為攻擊目標，基輔官員今個星期要改為在家工作。而近日受襲嘅唔少城鎮都鄰近扎波羅熱核電廠。美英德法領導人星期日通電話，重申應該避免喺核電廠附近採取任何軍事行動，並盡快俾國際原子能機構進入檢查。佢哋亦都再次強調堅定支持烏克蘭。而俄羅斯國防部長紹伊古就聲稱，俄軍至今對烏克蘭嘅關鍵軍事目標3度發射匕首高超音速導彈，形容佢係全球無可匹敵嘅導彈。俄軍又向用嚟運送糧食嘅烏克蘭南部港口奧德薩發射口徑巡航導彈，聲稱摧毀咗由美國提供嘅海馬斯多管火箭炮系統等等，並喺尼古拉耶夫、克爾松殲滅過百個烏克蘭士兵，並指控烏軍企圖空襲俄軍位於克里米亞嘅空軍基地，但防空系統成功攔截。有線電視記者陸子晴報道。美國阿肯色州3個警員被指喺街毆打疑犯，要停職調查。網上片段見到3個警員制服疑犯喺地，對佢拳打腳踢，其中一個人更加不斷用拳打個疑犯嘅頭部。警方話個疑犯涉嫌喺星期日朝早喺馬爾伯里市恐嚇一個便利店嘅職員，並且推跌同襲擊到場嘅一個警員，之後被制服送院。警方承諾會嚴肅跟進，採取相應行動，強調警員要為自己嘅行為負責。印度北部連日暴雨成災，造成至少50人死亡，多人失蹤。鄰近嘅巴基斯坦同阿富汗東部水災災情亦都嚴重。何永美報導。印度北部連日暴雨引發水災，河道水流好急。救援人員用繩索協助疏散受困嘅遊客。喺重災區喜馬加爾邦，河道水位暴漲，水浸連同多場山泥傾瀉，沖毀多條村落，多人死傷同失蹤。印度氣象部門預計暴雨會繼續持續幾日。當地北部近喜馬拉雅山區每年雨季都容易發生水災。專家警告，全球暖化加劇冰川融化，令當地水災更加頻繁。鄰國巴基斯坦同樣受災，南部旁遮普省一條村落水位及腰，村民帶同寵物疏散，房屋都被淹浸。
救援人員架設臨時帳篷安置災民，牲畜同家當都只能擺喺一邊。而喺阿富汗東部，單係盧格爾省水災造成超過20人死亡，過千房屋被毀，居民喺水浸之後返到家園清理瓦礫。阿富汗自舊年塔利班重新掌權，受到西方國家制裁，救援物資短缺，加上過千畝農地被淹浸，大批牲畜死亡，當地正係面臨糧食危機。有線電視記者何詠薇報導。跟住交俾姜家燕講下體育消息。港超聯嘅東方龍獅今季陣容大換血啦！主帥盧比道話：新球季不求爭標，只求生存啫。盧卓林報導。東方季前至少8人離隊，包括費蘭道、林恩許同埋李家耀等。20人大軍名單入面只有2位新兵，同埋提拔4名青年軍球員去到一隊。呢隊2021年嘅聯賽亞軍，今季不求爭標。We have to survive this season. It's gonna be a tough season, difficult season, complicated for everybody. But we have the aim. We don't have the aim to win any title. Well, I will be happy. We are in the middle. 4, 5, I don't know. It's just a number. I didn't think about that. 星期六就係聯賽開鑼日，東方首場迎戰和富大埔，隊長梁振邦希望以青春班底努力爭分。始終今年多咗好多年輕球員啦，最緊要其實就係我哋球隊入邊暫時冇乜太大嘅傷病啦。當然有信心啦，咁我哋希望第一場就可以攞個好嘅開始，可能係傑志李文叫做稍清先少少咯，但係我哋都唔會話太輕易俾佢哋太容易可以喺聯賽嗰度攞到太多分咯。東方右閘余子南日前轉投中超，防線揾嚟喺葡萄牙球會效力中國籍嘅朱康明加盟。Every coach has their own training style, and I wouldn't say that it's very different, but I feel comfortable. 東方龍獅準備港超聯嘅同時，9月將會去烏茲別克出戰亞洲足協杯對索迪亞拿。有線電視記者盧卓林報導。世界羽毛球錦標賽開鑼，香港代表楊雅婷、楊佩琳喺女雙首圈過關，男單伍家朗、李卓耀仲有黃永琪亦都晉身次圈。睇埋天氣方面，天晴，聽日日間酷熱，部分地區有煙霞，氣温28至34度，新界再高1-2度。而家係31度，相對濕度係77%。睇下嚟緊幾日嘅天氣預報。